今日嘅講座係由學生事務處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並由中國香港體育聯盟合辦，全力以赴逐夢賽場，全力支持第15屆全國運動會奧林匹克主義教育計劃講座。我謹代表香港理工大學歡迎各位嘅蒞臨，特別榮幸嘅咧，能夠係邀請到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中國香港奧林匹克學院主席阿霍啟剛先生。我哋亦都非常感謝港協暨奧委會首屆嘅奧林匹克大使歐鎧淳小姐、崔鳳賢先生，為我哋分享佢哋嘅成為優秀運動員嘅心得同埋經歷。我哋喺中國香港呢個地區咧，係唯一喺國際組織認可嘅。咁 Olympic Committee 咧，亦都係政治中立啦，即係政府係有 under 呢個奧林匹克憲章咧，係不可以干預當地嘅奧林匹克委員會嘅工作。呢15年度啦，香港特區政府咧都撥咗好多嘅資源，培育更多嘅全職精英運動員。當時我哋體院都研究咗好耐，其實好緊要係咩啊？係學生嘅或者運動員嘅 education。我哋都同唔同嘅大學咧係簽咗 MOU， 喺大學乃至中學咧都俾到好多機會我哋精英運動員咧係可以有個雙軌嘅發展，保障到佢哋嘅學業。我呢度想講講其實全運會嘅重要性。第15屆啦，我自己覺得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里程碑嚟嘅。今次咧係粵港澳3地一齊去共同舉辦，問題多到不得了，咁但係一一咁樣去解決，為咗通過體育去打通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聯繫。你哋喺你運動員嘅生涯之中，最受到挑戰同挫折咧嘅經歷係乜嘢呢？其實由細到大咧都係俾一個教練教我，由9歲開始都係同一個教練。有一次達標賽游得未如佢嘅理想，佢係上嚟同我講話，不如你有冇諗過唔好再游啊？我好氣餒，我有喊。其實我要想繼續做呢件事，咁我係應該揾一啲方法去解決。咁所以我就自己揾咗我以前曾經去過澳洲嘅教練，就排除萬難咁樣去過去跟佢。呢一個係我一個成個游泳生涯入邊一個好大嘅成長，為自己去勇敢一次咁樣。其實我哋要成日都要多謝自己嘅一啲付出啦。當你自己向住一個好正面、好 positive 嘅方向去行嘅時候咧，其實你嘅身體咧係會聽到你自己對自己講嘅嘢。其實我個膝頭哥咧兩邊咧都有好多勞損嘅問題啦。大概呢一年咧學識咗呢個方法咧，我覺得其實我隻腳而家已經冇咁痛。咁其實你哋認為奧林匹克主義喺今天嘅運動員生涯啦，扮演咗咩嘅角色呢？其實運動員唔係淨係咁單向，就係向前看，淨係望住個成績。嗰個心態唔係真係咁簡單，唔係淨係教練叫我哋落水游完嗰2個鐘頭，而係我哋平時點樣去克服嗰個困難。我12年去奧運嗰陣呢，我就第一場就輸咗啦。咁嗰時我就咧，哇，喊晒，發晒脾氣。睇完決賽咧，我哋就坐巴士返選手村啦。咁我教練就行埋嚟就同我講話，嗱，你睇下前面嗰2個運動員，佢哋2個咧就係08年北京奧運我嘅項目嘅金牌同埋銀牌嘅2位運動員。咁佢哋2個咧就好開心喺度傾緊偈，但係其實佢哋2個咧都係嗰一日咧第1、第2場就已經輸咗。佢哋除咗 respect 佢哋嘅 opponent 之後，其實佢都 respect 緊自己付出嘅努力。你付出咗個努力，你認同嘅話，其實你就算輸咗，你都可以笑住咁樣去離開呢個比賽場地。感謝各位嘉賓啦，今日嘅分享啦。嗱，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攜手，將奧林匹克精神發揚光大。多謝。